台北地方法院裁定郭文哲7,000万交保。总统赖清德今仔日早起参加活动咧致辞的时阵，伊强调讲，行政介入司法的时代已经过去。另外，民进党因为推动罢免失败，启动全台湾巡回演讲。今仔日的头一站伫咧基隆举办，赖清德嘛有亲身出席。不过，这嘛互看作是要为明年地方的选举来布局。总统怎么看柯文哲裁定交保？民众党说是因为您害怕了。将民众党主席郭文哲卷入金华城拥挤案，台北地院裁定交保，不过郭文哲并无办保。总统赖清德7日出席律师节庆祝大会，并无加做回应。伫致辞时阵讲到，要互社会大众更加尊重司法，佮讲行政干涉司法的时代已经过啊。不管是检察官侦办案件，或是法官审判案件，都本于专业、独立自主。行政干预司法的时代已经过去了。赖总统尾仔赶到基隆7度庆祭宫参拜，针对罢免结果失利，民进党的党内士气正歹，党中央启动22关区巡回座谈，要听地方的声音，团结支持的力量。身兼党主席的赖总统亲身领军下乡，头一站为北台湾的基隆开始。外界解读是2026年的选战已经开始。总统其实他是万里人。伊囡仔的时阵嘛是定定来归人，所以归人就是伊成长的地方，所以从基隆出发是最好的。但是行政院长杜英台出席电器展，外界关心破坏现金1万块什么时阵发？杜英台表示，5700亿的轮性特别预算，后礼拜就会提出，亚化立法院爱赶紧通过。立法院能够尽快的通过这个韧性特别预算，那到特别预算里面的这个规定里面条文所说，1个月内。我们将可以启动整个发放的程序。这届破坏现金的预算加10亿，杜英台表示，纳入伫台湾永久居留的外国人，特别预算若是得到立法院通过，1个月内就会当开始发放，7个月内，互民众会当领到。记者采访报道。